If 椰子水母期招股有咩咁特別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又到新股時間啦。今日傾下隻 IFBH。IFBH 係泰國即飲飲品同即食食品公司，2013年創立 IF 品牌，主打天然椰子水，產品賣到內地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台灣等地。公司擁有唔少第一，以零售額計，內地椰子水飲品市場連續5年排第一。2024年市佔率大約34%，比第二名高7倍。香港市場更加連續9年排榜首，市佔率大約60%，同時係全球第2大椰子水飲品公司。業績方面，2024年收入按年升8成，盈利升近1倍至3332萬美元。公司 marketing 都有一手，2024年揾咗內地當紅藝人做全球代言人，又同泡泡瑪特 Crybaby 聯乘推出限量版椰子水同椰子奶。股份即日起去到6月25號招股，招股價25個3至27個8，集資最多11億5800萬港紙，每手200股，入場費5616蚊，集資3成用嚟強化倉配能力，2成2做 branding， 1成3拓展中國同海外市場。今次 IPO 引入11個基石投資者，包括即將落戶香港嘅 Jane Street。綜合以上因素，公司都幾多賣點，業績又有增長。作為真實用家嘅我，今次會入飛試下。你哋又會唔會抽呢？又有咩股份想我傾下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專屬觀察名單 Kobe 財智密碼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